你有冇試過好無賴咁俾人發脾氣、無理取鬧呢？可能佢係你嘅客人、同事，甚至屋企人，嗰一刻你會唔會覺得都好委屈，甚至咧想火箭咁反擊返佢啊？多數人呢個反應咧，其實都係好自然噶。但係今日咧，我想同大家講一個小嘅比喻，希望咧令到你以後遇到呢啲情況嘅時候咧，會有多種睇法啊！嚟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人送一份禮物俾你，而你選擇唔收，咁嗰份禮物仲喺邊個手上啊？冇錯啦，咪就喺對方手上咯。同一道理，當人哋發脾氣鬧你、批評你，其實佢就係想送情緒俾你啫嘛。你可以選擇收定唔收呢份情緒禮物噶喎。如果你唔收咧，嗰份脾氣咧就會留翻喺對方嗰度，對方咧就會慢慢拎走噶啦。我哋呢種人咧，我哋都會叫做情緒垃圾車。每個人嘅容量咧都唔同噶，可能佢嘅容量比較細啦，咁所以咧佢唔知點處理就四圍掉咯。你係唔需要幫佢執噶，你只要停一停，笑一笑就話啦，辛苦晒，慢慢嚟啊。咁架垃圾車咧就自然會離開噶啦。呢個咧就係情緒管理嘅關鍵能力，覺察同埋界線。你唔係要壓抑自己嘅感受，而係識得分清楚呢一刻我面前嘅係對方情緒嘅洪流，定係一個理性嘅對話先。當你識得先分清楚，再選擇反應，你唔單止保護咗自己嘅情緒容量啊，更加提升咗你嘅格局。因為真正高情商嘅人咧，唔係冇情緒，而係有能力決定我想唔想接收呢一份情緒。當你做到呢一點，你嘅關係啦，你嘅人際圈，甚至你嘅內心咧，都會變得更加寬闊、平靜。你嘅容量都會更加闊嘅。所以下次如果有人突然向你發脾氣、無理取鬧，記住嗰份禮物，你係可以選擇唔收嘅。